好，来继续来讲宜兰县，今仔日来公布到新年的红包。红包的面顶是一只种古锥的尖刺手提元宝，嘛坐伫个金元宝的面顶，象征着财源滚滚。而且，这个红包阁会当凹做欠钱的钱筒啊，就是要鼓励大家爱欠钱啦。新的一年有一个上好的开始。厝年要到啊！宜兰县长林祖苗先发红包，囡仔拢真欢喜。即摆厝年红包真喜气，有一只尖刺坐伫金元宝面顶，手嘛摕一粒金元宝。意思就是让它财源广进哈，就是它的环境啊都是元宝。内面阁有代表一元复苏的1块的银角啊，要摕到乡亲，人人拢欢喜。真的很漂亮哦，有精心设计哦。这红包甲凹凹的，阁会使做成钱筒啊！希望讲伫新的一年，替大家欠第一桶金有一个好的开始。目标是呢，咱鼠年呢一定会丰收，大家呢大赚钱，身体健康。红包到春联，宜兰县文化局会开始卖，受气民众会使免费摕一份。1月24围炉迄一天会有暗会，大家做伙看表演，祈福过新年。